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，無廣告任聽節目，定期仲有限定劇場更新添。我喺 Patreon等緊你啊！中國近千百年嚟，孕育咗好多神奇詭異嘅職業，例如話剃頭匠、方士、煉丹師、趕屍匠、撈屍人等等。其中有一個職業嘅工作放喺呢班人入邊，依然非常獨特。一把菜刀賒10年，預言應驗才收錢。嗱，喺20世紀8、90年代，喺中國農村地區有一批人走街串巷，身上孭住各種嘅菜刀、剪刀、鐵鑊、農具等等嘅物品進行交易。而佢哋交易嘅方式好奇怪嘅，淨係賒唔會買。佢哋將物品賒俾有需要嘅人，跟住喺本簿仔上面記低賒貨人嘅姓名住址，作為後續收賬嘅依據。嗱，咁除咗唔急住收錢之外呢，佢哋仲會留低一句或者幾句關於未來嘅神秘參與。呢啲參與從柴米油鹽到世道變化冚唪唥都有嘅。咁喺當時所有人聽嚟，句句都似喺度亂作咁。嗱，比如話佢哋會表示，當大米超過1蚊嘅時候再嚟收錢，唔漲夠1蚊呢係唔會收錢嘅。喂，嗰陣時嗰啲稻穀1斤都唔使1毫子，邊個相信會漲到1蚊呢？所以大家都一頭霧水，但係依然會買走佢樣嘢，留低張紙仔同埋啲信息就離開噶啦。咁呢班人叫咩名呢？呢班人就叫做賒刀人。大家好，我係講古仔碌斌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。今日就為大家揭秘中國民間最神秘嘅職業之一——賒刀人。佢哋號稱係鬼谷子傳人，賣刀唔使錢，淨係留低一個預言。其中喺近100年嚟最著名嘅3個賒刀人預言全部實現晒，甚至喺最近幾年依然喺網上流傳出佢哋對各類重大事件嘅預言。呢班賒刀人究竟係咩來歷呢？嗱，講起賒刀人嘅來頭，有人話佢哋係鬼谷子傳人，帶住通天徹地嘅預言術；都有人話佢哋係隱世奇人，專門嚟人間傳遞天機嘅。其實賒刀人嘅蹤跡呢，喺史料入邊記載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。平洲可談入邊記載話，當時一種卜賣者擺攤售賣農具嘅時候，會先為買家占卜吉凶，再叫對方賒貨代驗。如果占卜應驗啦，就加價收錢。嗱，呢種交易模式同後世嘅賒刀人模式係幾乎一模一樣嘅。不過當時呢，佢哋又唔叫賒刀人，而係被稱為卜賣或者賒買。一直去到清代啦，呢一班群體先逐漸將售賣交易嘅嘢聚焦喺賒刀上面，而且留低嘅預言內容亦都越嚟越同當下嘅民生時局貼合。咁新報喺咸豐光緒年間呢，就曾經多次記載過，浙江、江蘇一帶出現賒刀者，且預言米價從80文跌至18文，洋報將遍布天下。估唔到呢啲預言事後一一應驗。嗱，賒刀人呢個群體呢，係有3個明顯特徵嘅。第一，佢哋嘅交易模式好反常識，佢哋賒嘅係刀，賭嘅係未來，先貨後錢，以預言交易，而且定低嘅賬期往往長達成10年、20年，甚至係更耐嘅時間。嗱，譬如話清朝嘅時候呢，有位賒刀人就對山東農戶話，等黃河水清嘅時候嚟收賬。喂，當時黃河水族係1000年常態嚟嘅，咁大家都笑對方傻傻地嘅，簡直喺度送錢俾人。但估唔到喺30年之後，黃河嘅其中一段因為泥沙沉積，居然短暫變清，而賒刀人都真係按地址揾翻過嚟。咁第二呢，佢哋嘅參與並非空穴來風，而係可以精準咁契合到當時嘅時代命脈。譬如話光緒年間江南賒刀人話將來女子會剪短髮。咁嗰陣時啲女人依然係紮住個髻噶嘛，冇人肯信佢。但係去到民國之後，剪頭髮居然成為咗新時尚。咁上世紀70、80年代，有賒刀人同東北村民講話，將來唔使寫信啦，對住個盒仔就可以講嘢。係當時村入邊啲人梗係當係神話咁聽噶啦。但而家嘅手機電話一早已經遍布全球。而更令人覺得驚訝嘅係，
佢哋嘅預言大都係涉及轉折性嘅事件，咩改朝換代啊、技術革新啊、物價劇變啊，全部都有。咁第三就係呢班人嘅身份非常之迷，來去好似幽靈咁嘅。畲都人從來唔會講自己嘅來歷，如果你問起佢咧，佢就話我喺南邊嚟嘅，喺山入邊嚟嘅，從來唔提及自己嘅去向。收完筆數啦，就孭起個擔挑消失，下次再出現，可能就喺千里之外嘅另一條村上面。而佢哋嘅賬簿呢，除咗姓名地址之外，再都冇其他多餘嘅信息。擔挑入邊嘅刀具亦都非常奇怪嘅，刀身經常會刻住類似八卦、星圖咁樣嘅符號，民間稱嗰啲係鬼谷子秘符，可以鎮住邪祟嘅。喺清敗類鈔入邊呢，就曾經記載話，有某個縣令想夾硬留低畲都人問清楚佢所有嘢，夜晚仲派人去看守添。點知第日佢就唔見咗，牢房入邊淨係留低咗一把刻住道不遠人嘅菜刀，但係門鎖依然完好無損。因為畲都人各種各樣嘅詭異行為，民間就開始將佢哋同鬼谷子關聯起嚟，鬼谷子傳人就成為咗佢哋最神秘嘅標籤。咁鬼谷子又係邊個呢？喺講之前提醒大家，如果你仲未訂閱我頻道嘅話，非常歡迎你點翻個訂閱。唔係我呢個頻道呢，每個星期六都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、詭異事件，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。如果講到中國歷史上最神秘嘅奇人，鬼谷子肯定可以排前3位嘅。但史料對佢嘅記載真係非常之少，淨係可以知道佢係戰國時期嘅一名隱士，常年隱居喺河南祁縣嘅雲夢山入邊，又唔做官，又唔叉隻腳落去亂世入邊同人哋鬥過。但係佢居然可以教出一班左右天下格局嘅弟子，譬如話蘇秦佢配六國相印，靠合縱逼到秦國唔夠膽東出；張儀憑借連環破局，助秦國一統天下；而孫臏、龐涓更加係以兵法對決，搞動戰國風雲。傳說中鬼谷子嘅本事遠遠唔單止教徒弟咁簡單嘅，佢仲精通百合術，可以睇透人心深淺、時局走向，甚至可以合指一算，揾到未來趨勢。鬼谷子仲識得奇門遁甲之術，可以觀星象、斷吉凶。民間話佢前知500年，後知500年。正因為係咁鬼谷子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入邊智慧同神秘嘅代名詞。後世有唔少玄學謀略類嘅傳說，都好中意挨喺佢身上嘅。咁而將畲都人同鬼谷子捆綁起嚟呢，都唔係空穴來風。兩者嘅關聯就藏喺佢哋嘅行事風格以及民間傳說入邊。首先兩者嘅預言基因係好契合嘅。鬼谷子最擅長嘅呢，就係知微見著，即係從細節嘅地方預判大勢。比如佢教蘇秦揣摩諸侯心意，教張儀預判列國動向，其實本質上都係對未來嘅精準推演。而畲都人留低嘅參與呢，咁啱就繼承咗呢一種看透趨勢嘅特質。從米價漲跌到技術革新，從民族變化到世道更迭，聽落去好似隨口噏咁樣，但係永遠可以踩中歷史嘅更迭節點。所以難怪民間啲人會猜測話，除咗鬼谷子嘅預言術之外，邊個仲可以教出啲咁樣嘅本事出嚟啊？而其次就在於百合術嘅民間演繹。頭先講過啦，鬼谷子嘅核心思想係百合，百呢係指放開給予，合係指閉合收取，所以用喺謀略上嚟講呢，即係講究先予後取。呢個同畲都人嘅交易模式就一模一樣啦。佢哋都係先擺，即係畲都俾人分文不取，跟住再合，等預言應驗再嚟收錢。佢哋望落去好似蝕底咁，其實就係用一把刀一句預言，等人心甘情願咁信服。呢種以小博大嘅路數呢，真係好似鬼谷子教俾徒弟嘅權謀套路咁。而更加有意思嘅係民間嘅符號認證。有唔少見過畲都人嘅老人話，佢哋擔挑入邊嗰把刀好奇怪噶，刀身唔會刻住鐵匠鋪嘅名號，反而刻埋嗰啲歪歪斜斜嘅符號，又似八卦又似星圖。咁有識少少嘅人就話啦，呢個
係鬼谷子秘符，係師門傳承嘅印記。亦都有人話，射道人收帳嘅時候，如果俾人追問身份，間唔中呢會咿咿哦哦咁講一句師從雲夢山。呢個雲夢山啊，咪就係傳說中鬼谷子隱居嘅地方咯。嗱，咁當然啦，正史入邊呢係從來都冇射道人係鬼谷子傳人嘅明確講法嘅。咁至於係真係假，就好似射道人留低嗰啲參與咁，大家喺時光入邊自己揾答案啊。咁講起射道人嘅參與，佢哋嘅參與究竟有幾準呢？其中有3個最著名嘅射道人預言，就算而家聽翻啊，都依然會成身起晒雞皮嘅。喺清末民初，河北某縣曾經嚟過個射道人，佢同村民射道嘅時候，望住遠處懸崖嘅方向，突然講咗句冇頭冇尾嘅說話。佢話：而家官老爺戴嘅紅頂子，過唔到幾年就要換成藍頂子啦。到嗰陣時，我就嚟收刀錢。喂，呢句說話當時聽起身啊，簡直係癲嘅咁。當年清代官員嘅紅頂戴係身份嘅象徵，從9品到1品，頂戴嘅顏色、材質係森嚴有序嘅，邊可能話換就換嘅呢？咁當時就有人話啦：喂，如果你真係換到，我俾2倍錢都得添啊！但係估唔到啊，到咗1912年，清朝覆滅，民國成立，新政府嘅官員制服上面果然換成藏青色嘅藍頂帽。於是就喺嗰年秋天，一個着住長袖衫嘅陌生人喺村口出現，攞住黃色嘅賬簿，逐家逐戶咁收數。有人就諗翻你當年嘅說話，問佢點解會算得咁準嘅呢？咁佢指住天上嘅白雲就話：唔係我算嘅，係世道自己要變。嗱，呢個故事啊，仲被收錄喺當地嘅縣志入邊。書入邊嘅結尾仲特登加咗個批注：射道人之言，似窺得天機。嗱，我哋繼續講下第2個參與。1958年，河南水鄉有一個小村莊嚟咗個挑擔嘅射道人。佢擔挑入邊除咗菜刀之外，仲有幾把鐮刀啊！射俾村民嘅時候留低嘅說話呢，亦都非常古怪。等河入邊跑起鐵船，山上跑起鐵馬，我再嚟收錢。咁啲村民當時啊，個個又聽到一頭霧水啦。為村入邊嗰條河道得嗰啲熬下熬下嘅木船，山上面就得啲牛拉嘅板車，邊度嚟咁多鐵做嘅嘢呢？咁有人就講笑話啦：喂，你講嘅係咪廟入邊嘅鐵菩薩啦？射道人就冇笑啊，指住河對岸嘅蘆葦檔就話：快啦，幾十年就見分曉。估唔到30幾年之後，呢番說話真係應驗喎。1992年，長江河道疏通，機動輪船即係鐵船啊，開始喺村口嘅河面上穿梭。之後去到1998年，村入邊嘅後山上面呢又鋪咗鐵軌，綠皮火車終於喺山入邊行過啦。嗱，嗰一年啊，有老人喺河邊洗菜嘅時候，突然諗起射道人嘅說話，踎喺岸邊就喊起嚟。佢諗翻你自己老豆當年射嗰把鐮刀，把刀啊一早就磨到穿咗啦。但係嗰個挑擔挑嘅身影呢，再都冇出現過。有人話，射道人可能知道自己等唔到嗰日，所以早就將收賬嘅事託付咗俾時空啦。嗱，最後一個參與，上世紀80年代末，東北某個鎮嘅供銷社門口呢嚟咗個射道人。佢就唔似其他賣貨嗰啲人咁，淨係將把菜刀擺喺石級上面，對住四周圍圍觀嘅人話：呢把刀攞去用先，等邊日唔使出門就可以見到千里外嘅人，聽到千里外嘅說話，我再嚟收10蚊雞一把。咁村民一聽到就忍唔住啦，唔使出門就睇千里外嘅人，個個都不停喺度笑。喂，嗰陣時成個鎮入邊啊，就得部黑白電視機，信號仲時斷時續，打電話都要去供銷社度排隊嘅，千里傳音，簡直係講笑啦。咁一個後生仔特登話佢啦：喂，如果你真係咁嘅一日啊，我俾100蚊你都得啊。咁射道人就笑咗笑，喺賬簿上面記低咗佢個名。嗱，到咗2005年，智能手機真係喺農村普及啦。當時嗰個講笑嘅後生仔正攞住手機同深圳嘅親戚喺度傾緊視頻電話，突然諗翻你30年前嘅呢句說話，
嚇咗手上嘅手機差啲都跌埋落地。佢就發晒癲咁跑翻去當年供銷社嘅方向啦。但門口咧就得賣水果嘅攤販喺度，射刀人並冇嚟。咁後來佢就喺本地論壇發帖講翻呢段經歷啦。有個匿名網友就話：賬已經清咗啦，把刀喺你屋企廚房，唔係咩？嗱，射刀人嘅呢3個預言，一個估中咗時代更迭，一個預見咗技術革新，一個看透咗信息浪潮。佢哋從射刀人嘅嘴入邊講出嚟嘅時候，冇人會當真嘅。但全部喺多年之後再睇翻轉頭，好多預言都喺度一一應驗。可能正如嗰一輩嘅老人家講嘅咁，佢哋並唔係預言家，即係比我哋早一步咁睇到咗歷史嘅路。嗱，就算係嚟到21世紀之後，依然喺四周圍存在住射刀人嘅身影。譬如話2019年喺湖北嘅黃岡啊，有位射刀人就留低預言話，等到黃岡變成一座大監獄，再嚟收錢。有啲人就知啦，2020年因為口罩問題，黃岡封城。唔係2020年嘅同年，河南啊又有射刀人預言話，來年河南多地將有大災難，如果可以撐到過去呢，再嚟收錢。跟住去到2021年，河南遭遇罕見嘅大水災。嗱，咁唔知你有冇曾經遇到過類似射刀人咁樣嘅人留低預言俾你呢？嗱，如果話真係有一日有人留低咗咁樣一句預言，你又會唔會信佢呢？本期節目講到呢度就結束啦。咁如果你中意我本期分享嘅內容，希望你可以幫手點翻個 like， 呢個係對我最大嘅支持。咁如果你仲未訂閱我頻道嘅話，都非常歡迎你點翻個支持。每個星期我都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、詭異事件，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。咁如果你中意聽我把聲，或者聽我講更加多唔同嘅古仔呢，都可以留意我頻道入邊嘅各個長篇恐怖廣播劇，搞笑、刺激、恐怖嘅任君選擇，樣樣都有。我係講古仔碌斌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中意我講嘅古仔，歡迎 Super Fans 或者加入我嘅會員支持製作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集見。